而家清晰啦。試問奴隸會唔會愛上僱主？答案係絕對唔會。奴才面對僱主官殺嘅本能反應係敬畏、小心翼翼、驚出錯同埋無止境嘅妥協。喺一個日日考核你，可以隨時決定你生存命運嘅權力上位者面前，你只會產生防衛心理同埋生存焦慮。嗰個係求生本能，唔係愛。女人嫁俾丈夫，完全係因為官殺可以生孕，透過接受官殺嘅壓迫嚟換取生存空間嘅利益考量。係咁，僱主會唔會愛上奴隸？答案亦都係唔會。主人面對奴隸財物只有一種心態，就係唔好整壞，幫我增值，唔准俾人搶走。呢啲叫佔有欲同埋控制欲。當一個男人問我嘅財星喺邊度，佢旺唔旺我嗰陣，佢本質上係喺度問緊我嘅私有資產幾時到賬，佢可唔可以幫我做家務、生仔、擴張我嘅家族產業。八字上呢啲叫做財生官殺。呢啲唔係愛，係對工具嘅滿意度考核。財同埋官本質上係支配同埋受制嘅勞資關係，而印就係呢一間公司嘅勞資合同。就算正妻表面上擁有家庭管理者嘅名分，但係底層邏輯上依然係僱傭關係，甚至係主人同埋奴隸嘅關係。所以難怪古代夫妻都係相敬如賓，因為佢哋心知肚明，大家只係生存嘅拍檔。佢哋喺同一個雀籠入面結算嘅係 KPI，打嘅係生存戰。